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一条剪袂长的带，一种无底比的疼，是有毋茫的疼；一种吼声，是众人期待的声。一个婴仔若要出世，样样要受起母亲的命。一个婴仔若出世，痛苦的哀叫随变做欢喜的笑声。剪断这条围带，因囝来出世，另外阁有一条剪袂长的带，时时甜对着家人。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20集分享的是高雄的简秀艺简姐所带来一条剪袂长的带。继续，咱来邀请简姐来甲大家分享伊写这首诗的心情，也佫有背后的故事。我古早是做善事，就是散步，所以接生过大概有2000个囡仔，抱过红婴仔出世。家己嘛，第一摆伫学校接生的时阵，我就总等去看阮妈妈。阮兜伫山顶，我第一届接生的时候，我才雄雄感受到讲，我的妈妈生我的时候是遮尔危险的。所以有这个背景，所以我伫心肝内可能就会有一寡感觉，想要甲记录起来。一个囡仔要出世，其实是伫我接生2000外个囡仔的过程，嘛是有真侪状况，就是像出血啦，还是讲排盘尾也较歹受出，对，伊嘛是有伊的危险，阮都爱去处理迄个危险。是妈妈足辛苦，妈妈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观世音菩萨，啥物拢念了了，囡仔也袂出世所以迄过程其实是真正做一个查某人有经过的时候，你才会当体会。但是真趣味就是真艰苦，囡仔未出世，伊会讲该无爱生啊。但是囡仔出世了，就讲袂要紧啊，就笑眯眯啊。所以迄是遮尔疼，遮尔艰苦，而且我感觉生命设计足趣味的，就是讲这阵痛伊毋是丢疼，毋是互你袂堪一，伊就是疼一个伤一个，阵痛嘛，疼一个，伤一个，所以人袂疼死去安尼，疼，但是休困者，等下搁疼，所以生的时候足疼，生了的时候足欢喜。一种无底比的疼，是有毋茫的疼；一种吼声，是众人期待的声。一个婴仔若要出世，强强要收起母亲的命；一个婴仔若出世，痛苦的哀叫随变做欢喜的笑声。这首诗内底有来写到吼声，
今日起，咱邀请高雄的林凤珠老师为大家来讲解“好声”这两字的写法。一种好声是正人期待的声，简洁伊伫伊的一条剪袂长的大内面所讲到的这个诗句，咧讲迄囡仔出世的时阵，迄种好声是足侪人足期待的声吼。那伊的好声要安怎写呢？这个嚎是用嚎啕大哭的嚎，嚎叫的嚎，哈。那迄个号是名号的号，名号的号，迄个号。你这字呢，伫国语来讲，伊嘛念做号，伫台语来讲，直接伊就用做号。迄含大声吼叫的吼，迄字号是无共的。伊这字是要做嚎啕大哭的意思，嚎啕大哭。迄囡仔出世出来第一声伊就是大声伫咧哭的，因为拄啊接触到，拄啊接触到人世间，第一声伊是足大声伫咧哭的那伊的这个嚎叫的声音，咱就用这个号字的号，这是伊的一种好声，好声的写法。可能有真侪好朋友毋知影吼甲哭有啥物无同，咱来听看卖啊。林凤珠老师是安怎解释？哭是应该讲伊的字形是已经流出目屎有的人你敢捌听过台语讲一句讲，要吼都无目屎但是若哭出来就有目屎原来有人讲要哭都无目屎。哭是已经流出目屎，嚎是无一定会流出目屎，所以有一句话讲做干嚎，就是这个意思。一种无地比的疼，是有毋茫的疼；一种好声，是众人期待的声。一个婴仔若要出世，样样要受起母亲的命；一个婴仔若出世，痛苦的哀叫随变做欢喜的笑声。剪断这条围带，因囝来出世，另外阁有一条剪袂断的带。时时甜对着家人。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简秀艺写诗，林凤珠老师讲解台语文用字，专门去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健康活泼不害怕，学唱歌学跳舞尽情玩耍，这是你甜蜜的家，妈妈。
是水。